等油收成，政府慢半拍，農民急爆，油價急升，司機壓力逼爆，工會促企業分擔。再有兩人反悔，伊朗女足庇護風波再起變數。陽光海岸悲劇，少年墮崖，一死一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Jason， 今次輪到我為大家分享呢幾日澳洲發生嘅事情。我哋唔係只係報道新聞咁簡單，我哋會將背後相關嘅知識同埋件事嘅來龍去脈做分析，希望你哋喺知道單新聞之餘，仲能夠知道背後原因。中東戰爭繼續喺多方面影響住大家嘅生活。呢幾日所有嘅媒體都鋪天蓋地報道油價飆升同短缺嘅情況，所以今日分享嘅其中兩單新聞都係同呢個議題有關。燃油供應嘅嚴重性可能會影響到整個食物鏈供應，真係可大可小。另外，伊朗女子足球隊成員最後只係剩返2個繼續尋求庇護，究竟背後有冇特別原因呢？最後，我哋會報道一下喺陽光海岸行山發生嘅奪命悲劇。好，呢一集嘅分享而家開始。等油收成，政府慢半拍，農民急爆。最近澳洲農村地區真係怨聲四起，因為燃油短缺問題越拖越嚴重。偏偏而家正值係一年最關鍵嘅收割季節，拖拉機、收割機全部都要靠柴油先開得喐。政府雖然表示會釋放燃油儲備，同埋暫時放寬燃油品質標準，包括容許含硫量較高嘅柴油進入市場，希望增加供應，但係相關措施遲遲未真正落實，額外燃油未能及時流入市場，結果農民等到頸都長，只能夠眼白白睇住啲收成就嚟冇晒。講真，呢場燃油荒唔係尋日先至發生嘅事。中東戰事一爆發，全球油價飆升，中東出口嘅石油大約佔全球20%。聽落好似唔算多，但問題係呢20%係全球最重要、最冇替代方案嘅20%。原因係中東石油開採成本最低，而且當地掌握全球少數仍有剩餘產能嘅油田，即係可以即時增加，但係平時冇用盡嘅生產能力。一旦供應出現問題，其他產油國短期內根本難以迅速填補缺口。一旦霍爾木茲海峽出現風險，油船唔敢過，保險費暴升，運輸延誤，全球油價就會即刻反應。換句話講，雖然仲有80%供應，但係冇人可以即刻補上呢條主要水喉，所以全球都跟住震。而澳洲本身又高度依賴進口燃油，90%以上都係靠外國運過嚟。雖然好少直接從中東進口，但我哋從亞洲煉油廠購買嘅汽油同柴油，好多其實係用中東原油提煉嘅。換句話講，澳洲燃油供應鏈嘅上游仍然高度依賴中東，變相令國際油價嘅震盪被放大。政府喺中東衝突初期就應該知道，澳洲本身燃油儲備唔算多，農業又高度依賴柴油，一旦供應出現問題，最先受傷嘅就係農民。而家先至急急腳話要釋放緊急儲備，農民當然覺得慢咗幾拍。喺西澳情況特別嚴重。有農民直接向地方議員反映，柴油送唔到嚟，供應商甚至講明可能要等4至6星期。4至6星期，對農業嚟講唔係等一等咁簡單，而係整個收成季節都可能報銷。農業係季節性產業，錯過咗就係錯過咗，冇第二次機會。有啲農場已經被逼停工，收割機停喺田邊喐唔到，農民睇住已經成熟嘅農作物，乜嘢都做唔到。有人甚至講，如果再拖落去，唔止係農民收入受損，連全國嘅食物供應都會受到影響。ABC 嘅報導指出，有啲地區已經開始配給燃油，有啲運輸公司甚至被切斷供應，連復活節嘅食物供應都可能受到威脅。另一方面，政府就比較淡定，話供應整體穩定，只係需求突然增加。問題係，農民聽到呢啲講法，只覺得政府超離地。你話冇供應問題，但係農民嘅油缸就係空嘅。你話只係需求增加，但拖拉機就係開唔到。Bloomberg 嘅報道亦提到，能源部長承認而家嘅短缺真實而且不可接受，但釋放緊急儲備需要時間，唔能夠即刻到位。問題係，農民嘅收成唔會等你，天氣唔會等你，市場都唔會等你。呢個就係農民最不滿嘅地方。
政府唔係唔知道戰事會影響燃油供應，但係準備卻明顯不足。從農場到加工廠到運輸到超市，任何一個環節出問題，最終受影響嘅就係全國消費者。到時候唔係只有農民喊苦，而係大家都要面對食物價格上升、供應不穩定嘅問題。總結嚟講，呢次燃油短缺暴露咗澳洲喺能源儲備、煉油能力同農業支援上面嘅脆弱性。農民唔係要求特別待遇，而係希望政府喺危機來臨之前做好準備，而唔係等到問題爆發後先至補鑊。畢竟農業係國家命脈，冇農民就冇食物，冇食物整個國家都會受影響。油價急升，司機壓力逼爆，工會促企業分擔。中東戰事持續，全球油價跟住震盪，澳洲亦無可避免受到波及。最近全國各地嘅運輸司機都感受到壓力越嚟越大，因為燃油價格一升再升，成本幾乎每日都在變。面對呢個情況，運輸工會 Transport Workers Union（TWU） 正式向一班大型企業發出呼籲，希望佢哋能夠分擔司機嘅燃油成本，避免前線工人被壓到透唔到氣。TWU 指出，無論係送貨司機、快遞員、外賣員，甚至自僱嘅 owner drivers，好多人本身收入已經唔算高，油價一升，等於直接削減佢哋嘅生活費。工會國家秘書 Michael Kane 表示，司機唔係要求特別待遇，只係希望喺呢個全球局勢不穩嘅時期，企業能夠伸出援手，等供應鏈可以繼續運作。今次工會點名嘅企業包括 Coles、Woolworths、Amazon、McDonald's、7-Eleven 等大型品牌。工會認為呢啲企業喺疫情後嘅經濟復甦中仍然保持強勁盈利，而司機則面對油價飆升、收入不穩嘅雙重壓力，雙方嘅負擔並唔平衡。其實唔止工會，連代表運輸企業嘅澳洲道路運輸產業組織 Australian Road Transport Industrial Organisation（ARSA） 都罕有咁企喺同一陣線。佢哋指出，油價升幅太急，運輸公司同司機都無法再自行吸收成本，如果再拖落去，成個供應鏈都可能出現斷層。從超市貨架到醫療用品配送，任何一個環節出問題，最終受影響嘅都係全國消費者。而油價之所以升得咁急，並唔係澳洲本地因素造成，中東戰事令國際油路受阻，霍爾木茲海峽嘅緊張局勢更令全球市場不安，對全球經濟帶嚟連鎖反應。澳洲高度依賴進口燃油，自然首當其衝。喺呢個背景下， TWU 認為企業應該理解司機嘅困境，並喺呢個非常時期提供支援。工會強調，呢個唔係邊個賺得多、邊個賺得少嘅問題，而係整個國家能唔能夠喺國際危機入邊保持供應鏈穩定。目前各大企業仍未公開回應工會嘅要求，但係業界普遍預期未來幾星期油價仍然會保持高位。司機能唔能夠獲得支援，供應鏈能唔能夠維持順暢，將會係澳洲嚟緊嘅重要關注點。再有兩人反悔，伊朗女足庇護風波再起變數。伊朗女子足球隊嘅庇護事件又有新進展，最初有7名球員同埋後勤人員喺澳洲提出庇護申請，早前已有至少2名成員撤回申請，決定跟隨隊伍離開澳洲。最新焦點係再有2名球員加上1名後勤人員撤回申請，跟隨隊伍轉往吉隆坡。換句話講，目前總共有5位原本申請庇護嘅人撤回決定，剩低2名球員仍然留喺澳洲等待庇護程序。事件本身已經夠戲劇性，而家又多3人改變主意，外界自然好奇到底發生咗咩事？點解有人選擇留低，有人卻突然決定離開？從澳洲媒體嘅報道嚟睇，呢啲球員嘅處境一直非常複雜。佢哋喺亞洲盃比賽期間拒絕唱國歌，被伊朗國家電視台標籤為戰時叛徒。唔少球員擔心回國後會面臨調查，甚至遭受更嚴重嘅後果，所以先至喺澳洲尋求庇護。當中5名球員已經成功獲得澳洲政府嘅人道簽證，並由澳洲聯邦警察保護。但係並非所有球員都願意或敢於走到最後一步。先前已有1名球員喺最後一刻改變主意，拒絕留喺澳洲，引發安全風險，令已獲庇護嘅成員要立即轉移到新地點。再加上最新撤回嘅3名成員，
外界普遍認為佢哋承受咗巨大心理壓力、家庭壓力，甚至擔心留喺澳洲後會同家人永遠分離。另外，亦有分析指出，伊朗官方媒體大肆報導有人撤回庇護嘅消息，可能希望營造大部分球員都忠於國家嘅形象，減低外界對伊朗政府嘅批評。呢啲球員係咪喺壓力底下作出決定？外界難以完全得知，但係可以肯定嘅係，佢哋嘅選擇並唔輕鬆。至於對澳洲嘅影響，首先係庇護程序透明度與安全性再受關注。澳洲政府證實，呢啲球員喺酒店期間受到嚴密保護，甚至需要秘密安排先至能夠同移民代理接觸。呢個令外界質疑喺國際體育賽事中，澳洲係咪需要更完善嘅保護機制，避免運動員喺政治壓力下失去自由。其次，事件亦加劇咗澳洲同伊朗嘅外交緊張。伊朗官方媒體不斷批評澳洲干涉內政，而澳洲則強調自己只係依照國際人權標準處理庇護申請。總結嚟講，呢次再有3人撤回庇護嘅發展，唔只係個別球員嘅選擇，而係整件事嘅另一個轉折點。有人留低，有人離開，但每一個決定背後都有壓力、有恐懼，亦都有代價。陽光海岸悲劇，少年墮崖，一死一危。昆士蘭陽光海岸後山發生奪命意外，一對18歲嘅年輕情侶喺 Mount Beerwah 行山時不幸墮崖，女方當場死亡，男友目前仍喺醫院搶救，情況危殆。成件事既突然又令人心痛，亦再次提醒大家，山路天氣變化莫測，真係唔能夠掉以輕心。根據警方同救援隊嘅講法，事發喺星期日朝早約10點幾，當時山區剛剛落過雨，路面非常濕滑。呢一對情侶同一班朋友一齊上山，準備落山嘅時候突然失足，兩人先後從山壁滑落，距離估計介乎50至100米。女方傷勢極重，救護人員到場之後證實佢已經不治，男方則被緊急吊起，再由直升機送往 Sunshine Coast University Hospital， 目前仍然危殆。有目擊者表示，女方嘅妹妹就喺旁邊，眼白白睇住兩人滑落山崖，完全幫唔到手，情況相當崩潰。警方亦透露，當時山徑其實因為天氣惡劣而關閉，但不少行山人士仍然選擇冒險上山，結果釀成悲劇。ABC 嘅報導指出， Mount Beerwah 喺潮濕嘅時候一向出名難行，尤其係岩石路段，稍一不慎就可能失足。當局提醒，山徑關閉並唔係建議，而係基於安全評估嘅必要措施，希望大家唔好心存僥倖。呢單意外除咗帶嚟2個家庭嘅巨大傷痛，亦都再次引起社區對山區安全嘅討論。近年行山風氣盛行，但係唔少人低估天氣變化、裝備不足，或喺惡劣環境下仍堅持登山。救援隊亦都提醒， Glasshouse Mountains 一帶地形險要，救援難度高，每一次出動都要冒住風險。目前警方仍喺度調查事件，但係初步相信同天雨路滑有關。當局呼籲市民，無論經驗幾豐富，只要睇到山徑封閉、天氣不穩，最好立即取消行程，避免再有悲劇發生。呢一次意外令人唏噓，亦都提醒大家，大自然好靚，但係都好現實，安全永遠要放喺第一位。好，今日嘅節目嚟到依度又差唔多，喺依度提一提你哋，今日係 RBA 開會傾會唔會加息嘅日子，唔知道你哋睇緊依套影片嘅時候已經宣布咗未呢？好多預測都話可能會加息，大家要留意一下啦。我哋下集會搜集更多資料同大家報道一下。今集就講到呢度，我哋下次見。